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嘅展板，我哋一齊嚟睇下啦。咁而家就等我嚟介紹一下歷史背景啦。南豐廠成立於1954年，由人稱棉紗大王嘅陳庭聯博士於荃灣白田壩街創立南豐紡織有限公司。隨住香港工業嘅發展以及紡織業嘅興起，南豐紗廠為當時產量最高嘅紡織廠，係推動香港發展嘅重要行業。而南豐廠總共分為3棟廠房，就係南豐紡織嘅456號廠。到咗1954年，紡織大王陳庭華喺荃灣創辦南豐紗廠，投產後業務發展極快，但係因為人手短缺而難以維持300制、3更制嘅工作制度，最終於1959年引發工潮，係見證咗早期工業擴張嘅挑戰。而喺1960年代，南豐擴張至6廠，迎接製造業嘅黃金期，年產棉紗達到3000萬磅。即便係1971年，業界增長放緩，南豐仍然逆市擴張紗建同埋布機，穩坐香港紡織生產商嘅龍頭地位。而到咗1980年代，受到區域嘅影響、內地嘅開放以及本地地價與勞工成本嘅上漲影響，香港經濟慢慢向服務業轉型。製造業嘅 GDP 比率於1989年下降至20% 以下，紡織業亦都隨之式微。南豐紡織於1995年關閉首3棟廠房，即1至3廠，至到2008年停止餘下3棟廠房，即4至6廠嘅運作。到咗2000年代，香港嘅大部分紡織相關嘅廠商都涉及供應鏈嘅管理，包括產品設計、物色工廠以及物流管理。喺保留原有特色方面，首先就係一個信息板，佢係會傳達信息嘅橋梁，保存得非常好，因此淨係將玻璃打碎咗就保存咗落嚟。而第二張相就係太平桶啦，呢個係南豐紗廠特有嘅特色嚟嘅。桶入面本來應該裝住啲水去滅火啦，但係佢係裝咗啲紗嘅，特登就唔用水，避免啲水將啲布打濕啦。而第3張就係5廠嘅大閘啦。40年間喺青沙公路面對風吹雨打接送紗廠工人出入5廠。而第4張圖金杯牌就係南豐紡織其中一個著名品牌啦，佢昔日嘅金杯標誌更加係鑲嵌喺4廠大閘上嗰個裝飾，因此呢個大閘就俾人保留咗落嚟。張相就係油漆斑駁嘅南豐紗廠樓梯，佢曾經係昔日4廠工人上落廠房嘅主要樓梯通道。喺環保方面，首先就係透過大量嘅玻璃幕牆同埋天窗，俾陽光充分咁樣進入室內，減少日間開燈嘅必要性，節省能源。喺對比之下，活化前嘅工廠室內始終依賴燈光，而活化之後就充分利用咗日間嘅自然光，節省咗好多能源。其次就係屋頂加設咗城市農場、綠化景觀同埋太陽能熱水系統，為社區提供咗放鬆享樂嘅空間，又減少咗建築物嘅碳排放，增設咗綠化帶同埋清新空氣。第3就係將舊木門升級改造成為長凳，以保留原有特色嘅時候，又減少原材料嘅使用，物盡其用。將舊木門改造成為座椅長凳，舊窗框改造成為指示牌。第4就係為咗進一步減少對環境嘅影響，超過80%嘅建築物廢料都會運到設有玻璃瓶破碎機嘅特別物料處理系統進行回收。而第5就係加入咗高性能幕牆，有效咁樣增強咗採光功能同埋節省咗冷氣使用量。而第6就係推行咗啲環保活動，提升咗啲人嘅環保意識。南豐紗廠密閉嘅廠房入面，喺入面交織出香港紡織業嘅興盛。今日我哋將外牆拆除，裝上咗通透嘅玻璃幕牆，期望南豐紗廠重新開放後，為香港再次發揮昔日嘅好匠精神。咁跟住我哋講下教育方面啦。咁第一個呢，就係南豐紗廠會設有呢個紡織文化藝術館啦，入邊就呈現咗以前嘅紡織機器同埋作品啦。
咁第二點啦，就係呢個導賞活動啦。咁呢導賞咧就專為團體設計嘅，佢就會帶領我哋去樓梯間或者天台等嘅隱藏空間，揭示普通遊客難以見到嘅歷史細節。透過深度導航同埋專業介紹咧，就令學生全面認識南豐紗廠舊建築背後嘅工業故事。跟住落嚟係聯繫社會方面，咁第一啦，首先工匠、藝術家同啲設計師就會進駐開設呢個手作工作室、懷舊雜貨鋪或者係文化展覽，定期舉辦啲工作坊，例如話織布啊、染布、舊物改造呢啲，就吸引啲居民參與。第二點呢，就係部分嘅店鋪可以通過展示呢啲老照片、社區藝術項目等等啦，就收集舊紗廠。收集紗廠舊員工及附近居民嘅故事，強化社區認同感。第三啦，店鋪會引入香港本土舊品牌，例如話手工藝品啊、傳統食品等等，透過懷舊主題吸引遊客同埋本地嘅訪客，帶動咗深水埗同埋荃灣周邊經濟，帶動深水埗同荃灣周邊社區活力及文化，並推動當地嘅經濟啦，以此提升區域中居民嘅社區認同感。例如話赤鹿廠呢個藝術中心會定期舉辦一啲紡織相關嘅藝術展覽，結合懷舊店鋪販售限定文創產品。活化嘅好處，首先我哋而家嚟總結一下啦。我哋睇下活化嘅好處。首先我哋睇下文化保育與歷史嘅傳承。第一，保存工業遺產。南豐紗廠見證咗香港紡織業輝煌嘅歷史，活化之後就保留咗原有嘅建築結構，例如舊式樓梯等等，就可以讓公眾了解咗香港工業發展嘅歷程。第二，可以保留集體回憶。活化項目保留咗紗廠原有嘅建築特色同埋歷史痕跡，例如舊樓梯啦，呢啲特色嘅外牆啦，可以令公眾親身體驗同埋了解香港紡織業嘅黃金時代同埋本地文化。第三，維護咗荃灣從前作為工業區嘅獨特性，讓文化色彩得以傳承。之後我哋講下另外一個好處，環境可持續發展。綠色建築設計採用咗環保技術，成為咗可持續發展嘅典範。我哋而家再講下經濟效益呢個好處。第一，我哋可以吸引本地及海外遊客前嚟參觀，刺激本地嘅店鋪經濟，有助旅遊業發展。第二，南豐貼堂提供咗體驗式嘅零售空間，吸引咗獨特嘅本地小店同埋品牌進駐，創造咗新嘅商業機會同埋就業。最後，我哋嚟睇下社區活化與公共空間呢個好處啦。首先，促進咗社區共融，活化後嘅空間成為咗公眾休息場所，舉辦各種工作坊、市集同埋親子活動，促進咗跨代交流同埋社區聯繫。跟住教育與體驗功能，呢度設置咗紡織主題展覽、可持續發展教育嘅項目，俾公眾去參與手作環保嘅工作坊，從而推廣到環保嘅活動，令到公眾可以實行呢個環保。總括而言，南豐紗廠從紡織龍頭轉型為文創地標，透過綠色建築與舊物再造實踐環保，並藉住藝術展覽及導賞活動推動教育，成功連結咗呢個社區與歷史，讓香港嘅工業文化喺當代持續發光。我哋嘅展板嘅分享嚟到呢度，多謝。